本台湾观光景点道顿区行早起约10点，有大楼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不幸过往。桃园龟山今仔有一台沙石仔车被副大动弄到公车，公车搁再弄到变电箱，造成9个人轻伤，596户失电。有网前去到10分楼街铁基路顶头放天灯，去互民众检举罚1万。铁道局表示，人含车袂当入侵铁基路范围，违规上侪罚5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日AM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一件交通事件，也就是桃园龟山。今仔日呢，有一台沙石车被副大动去弄到这公车后壁。那这台公车呢是出向路边弄到变电箱。那讲到这台沙石车呢，也去遇到另外一台拖班车。这台车祸造成公车乘客在内9个人轻伤，596户失电。那台电是赶紧派人去抢修，也因为驾驶拢无食酒，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今日去翕到一台601线桃园客运公车停靠，准备上路去，向后壁的沙石车动车袂赴，弄到公车倒后边，公车好弄一个去冲撞路边的台电变电箱了后停落来，沙石车另外一边去下到内边车道，另外一台拖车。车祸是伫18早起11点半发生的，地点伫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甲台东路口，到尾造成3个驾驶也甲公车顶6个乘客受伤。上下乘客突然就被一个很大力量往前冲撞，然后就撞到那边了。那乘客有人表示不舒服，已经送医了。沙石车司机敢讲无注意到，9个受伤的拢是轻伤，分别送3间病院救治。不过公车严重受损，驾驶座边仔的车窗拢已经喷甲飞出去，头前挡风玻璃嘛碎甲敢若蜘蛛网，因为车祸弄到的台电变电箱，规个飞起来，地势周边店面停电，枪顶嘛失灵。反正那的边箱东西都会坏掉啊。生意也没办法做。哎，对，铁门都拉不下来了。他们那个公车撞下来之后，变电箱受损蛮严重的，所以大概刚刚台电有说，大概预估会有500户左右，会受停电影响。警方到场协助交通疏导，佮通知台电甲拖吊车到场处理。初步调查，沙石车甲公车驾驶拢无饮酒，肇事原因爱搁查。肇事具体原因，警方已着手调查，初步确认双方驾驶均无酒驾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台电表示，因为供电设备受损，造成龟山区万寿路、永吉街、永和街、光丰路这块咧，拢总596户停电。台电已经派员积极抢修，让停电的用户暗时会当有电通用。记者采访报道。高雄林园有一栋10层楼高的大楼，今透早4点多的时阵发生火灾，造成1楼厝主的后生含2名越南籍的厝脚被故逃生来死亡，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大楼的管委会就讲，这1楼大违建的铁柱含铁门已经是几多年啊，加市政府检举也拢无处理，想要到真就发生意外。大楼以2楼互大火烧过，门面甲内部设备家具拢烧甲臭灰焦。监察人员伫会场勘查，透早4点外这场大火，警车附近的民众甲共一栋大楼的住户，大家拢真惊吓。你无看到火，你看到火，你脚冷冷。无看到火呢，因到2楼顶无甲，头壳门讲破灯，火就看到啊。1楼已经全面燃烧，那我们的同仁破门破窗进去抢救，然后发现目前在2楼有3位欧卡的民众。住伫3楼厝主的后生甲分租2楼雅房的2名越南籍移工，未赴逃生伫火场1楼死亡。导火原因爱过调查，不过协助提灭火器拍火大楼主委却指出，1楼顶下违建装铁门，管委会认为影响逃生动线，前一摆向市府检举拢无看到处理，今年4月已经向厝主提告，不过意外却成发生。我现在已经也在告他啊，他那个大楼把我这个违建都围起来啊，他那个1+2也是违建啊，后面那个铁皮也是违建啊。在接获检举后，就立即查处在案。经过2次派工，都是门锁的状态，无法进入。最近一次前往勘查的日期是在今年的7月28日。后续我们会尽速派工进行拆除。这栋30年的10层楼的大楼，工务局表示，1楼顶下卡的状况伫管区合并进程已经存在，2摆接到检举查处，会赶紧照规定将违建的部分拆掉。
另外，4楼以上有住户装铁桶，4月已经函文管委会来阻止，若无同意会由干部局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有一个捡歹东旧车阿伯，伫咧落水溪宝华边捡到2粒生鲜的微博单。后来有人发现讲，这囤歹东旧车的所在伫咧庆苑，赶紧通报。军方封锁现场，经过约3点钟的时间，才总算把这个炸弹提早毁掉。放伫歹铁回收的所在，内底哪像有微博单，烟一直冲出来。附近有民众烦恼安全问题，17下晡赶紧报案。不过，根据伊来咧捡回收的这个70多岁姓洪的查甫人，哪像不满，佮把迄粒微博单摕出来，带来摔伫涂骹。警方、军方甲消防人员随赶去现场救防疏散。甲洞空，剩得伊一空仔囝内底粉盐清掉吼，迄个拢袂出来啊，即马吼。你看，咱人都咧挡袂掉，伊甚至药啊再挡得掉，会佫种啊。早期个毋知几十年前个啊，人溪底人即摆田拢一直耕一直做啊，即么开垦了时阵，去拗掉你了，拗掉就甲摕来田里面丢，去看你就甲伊咧回收的，就叫到等来。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住伫咧云林市东，伊讲顶一日伊伫咧落水溪宝华边啊。看到2粒新鲜的歹铁啊，就甲捡倒来回收。警方接到民众通报，随封锁现场。军方微博单处理小组随去现场处理。17下晡4点半，军方将2粒微博单用特殊的毯仔包起来，炸断去销毁。警方提醒：若发现疑似未爆弹或可疑物品，请立即通报警方或消防单位，切勿自行搬动，以确保安全。在地人讲，落水溪烟花有国军炮阵地射击演练。真侪民众拢会去遐捡这炮弹的残骸摕去卖，趁我所费。即个发现的微博单，那像是早期成功部队所使用的753山炮。不过因为外口市拢已经生鲜，是倒一种炮弹也需要军方进一步确认。警方呼吁，若发现那像是微博弹的物件，应该随通报，唔通家己搬叮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有预告，讲咱台湾人若准放弃台湾籍，未来要申请恢复身份，就要符合3种条件。对于国防、国际形象或者是社会安定有重大贡献的人，才会当。刘宇辉也强调，台湾籍真珍贵，即马就是要或者现在标准搁较明确。台湾人领中国护照，也是伫中国设置将会失去台湾身份。内政部有告修正，在台原有护照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恢复台湾地区人民身份许可办法。未来假放注销身份的人，一旦想要恢复台湾身份，都要符合3条件，包括对台湾国防安全、国际形象，也是社会安定有重大特殊贡献，对台湾整体利益有帮助，甲徛伫领导考量。台湾其实非常珍贵，那如果你现在又要变回台湾人，那就一定要有可招公信的理由。我们现在就是把过去审查的标准加以明确化。防注销台湾身份的案例不少，像伫国际比赛亚国青旗的台军队选手李东宪，防查出有中国身份证，伫中国任教的台籍教师张立济，也是因为申领中国登记证，防注销台湾身份，迄当时张立济也被批评是防迫害。非法行政滥权给迫害，我坚决的要反抗这些绿色恐怖。在月6日之期，修正草案恐惊有违反宪法保障签署自由的精神，因为即马恢复台湾身份属于原籍许可例外核准，也毋过修正草案改为做原籍核准例外许可引起讨论。如果去大陆取得大陆的籍，你要回来台湾，原则上是不可以给。这一句话就危险。我爱迁徙去哪里，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啊，这宪法保障的。如果要让申请入籍中国的人士能够恢复台湾籍，也必然都要在法规的制度之下来进行。内政部强调，修正草案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授权主管机关订定的办法，无所谓危害也是扩大解说的问题。强调这个办法存在已经真久，进程也已经修正过2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8月23，除了有罢免的投票以外，也是核三订票的公投。民众党人吴国昌去到新北市催票，伊是批评赖总统发要变9000亿来做净零摊牌，批评政府的理路真错乱。那法律团体是强调，若准无到解决核废料的问题，就不应该互核三订票。跟我们所有心中的乡亲好朋友，拜托大家，这个礼拜6就要投票了。
各靠新北市车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拍拼吹83，后山中溪公投投票率，前一日搁较发生总统赖清德公开辩论，后仍然回击应该先甲2018年反省的家己辩论后，黄国昌对民进党火力全开。当这么多的声音，当这么多的方向都告诉民进党政府，是时候放下非核家园这个意识形态的神主牌的时候，我们的赖清德政府选择的是躲起来，公开的邀请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我们一起面对国人同胞，要用说明会的形式，甚至要比照总统大选用辩论会的形式，我都愿意配合赖清德总统他的偏好。对赖总统淡出2030年以前被变到超越预算做政令拖牌，黄国昌表示，创案的能源政策之下，目前台湾主力是火力发电，批评政府逻辑错乱。也毋过，评论官长就春美伫社群平台发文指出，今年是乡村建设150周年选下来，后山中溪公投，毋是礼物，是创治，更加是脚踏。核三厂在历史40年来，它发生过非常多的事故，多次的辐射外泄，多次的起火。那我们认为核三厂事实上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核电厂。有8个法律团体，215位法律人士也联署反对后山中溪公投，认为无解决核废料处理，甲后山厂下面有断层大问题，进前无应该部建中溪后山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路中一个细楼的教师呢，因为对学生讲一寡543的垃圾话，叫予学生检举通报性平调查。落尾这性平调查也是性骚扰成立。想袂到这新学期呢，却来发生讲这位性骚扰老师竟然去做人的导师，代志逼出来了后，学校才出来收尾，讲要调整名单。学生照常去参加暑期辅导上课，毋过伫网络顶拢是对学校的议论。台中路中一个捌担任主任的细楼的老师，正常伫上课时阵，甲学生教刷，学生向校方检举，学校通报性平案件处理。毋过伫新学期，校方公布这个细楼的老师接近1年的导师，引起学生的议论。学校虽然说已经是调查完毕，但是还是让他回来教的话，而且又让就是不知情的高一学妹当班导的话，感觉不太恰当。好像有用其他的理由，就说什么学姐他们受不了他的上课高压方式嘛之类的，然后去掩盖他那个的事情。台中路中去年5月毕业旅行，有旅行社领队对学生言语性骚扰，业者最后出面回失礼。结果今年113学年度顶学期，佮标出细楼的老师上课的时阵对学生教唆的案件，校方今年3月受理调开性平会调查，6月确认性骚扰成立，记小过一届，而且调离行政职务。即马新学期佮安排伊担任导师，恰轨跳油单的做法引起议论，校方宣布会调整导师的名单。那导师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学校本来就有自己校内的导师轮值办法，这个是校内本来一直就都有运行的机制，所以我们只是依照顺序就是排上去。那当然我知道这样子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虑，所以我们就进行了调整。他们应该要针对这个老师所有上过课的学生做一次普查，因为台中女中过去也有发生过性猥亵案，他们应该很知道普查的重要性。台中市教育局并无对外回应，林本基金会认为学生会伫网络顶出声，真明显是对学校处理这个细楼的老师性平案件的不满，建议学校应该爱对迄班的学生说明，而且针对捌互这个老师教过学生进行普查，才会使互家长甲学生安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嘉义民和国中野球队顶礼拜5伫咧高速公路出车祸，车顶8个人拢有受伤。迄当时的司机就是球队的教练，为了要避免这疲劳驾驶的问题，即马嘉义县甲台南市拢要求教练袂当搁再兼做司机。高工局电眼翕到车祸向小龙的画面，紧是想我车头前明明有车煞无减速，直接弄起嚟，叫学生对闸风玻璃遮落出来。这意外发生伫咧这个月15，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要去高雄立体棒球场异地训练，会场煞发生严重车祸。赛车的是姓柯的教练，车内7个学生拢受伤，教练严做驾驶的问题，嘛扑上台面。外县市一天大概可能1万跑不掉，那我们又蛮常到台东去比赛啊，比赛一出去就可能是3天5天，那是不是希望县府那边如果可以的话，每一趟都可以全额补助？那未来我们来研究看看，是不是未来要请专业的车子啊，
包括那未来在很多异地训练里面，那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其实顶好的七集嘉义县中和国中棒球队嘛同款发生车祸意外，同款拢是校长兼弄精，因此嘉义县甲台南市拢下令以后，体育团队教练袂使兼做司机，改请专业司机来接送。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媒合这个游览车公司跟学校来做一个这个合约。游览车一定需要经费问题，对，那这个方面可能就要看学校有没有这个经费可以去补助球队出外比赛，不只有棒球队啦，有办法去帮忙支出，那教练才不用自己身兼多职。目前民和国中这个学生拢是意识清醒，但教练送去嘉义基比病院，伫家护病房，生命正常稳定，恢复意识，得等定静剂脱离才通确认。少年所发生车祸，一方面呈现基层球队欠缺资源，无法度请专业司机；一方面嘛引发社会关心，若无补助，敢若因规定要改善球队现况，恐惊有难度。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即摆囡仔人手机一直背，做大人也爱小关心一下。这经政府统计发现，讲囡仔人、青少年去防诈骗的人数，8年来就增加3倍。这诈骗集团利用这手机游戏，甲因骗钱，甚至爱囡仔翕一寡赤身裸体相片，甚至会吸收这囡仔来做共犯。教育部强调，会继续和经政府合作，加强防治辅导和宣导。专心咧耍手机游戏，爱甲朋友同齐对战休乐期间，未少儿童少年会耍手机游戏，消磨时间，也会甲朋友联络感情。不过有心人士也会利用手机游戏对李小做钓鱼诈财，严重也会作为性剥削。就故意想说你好强哦，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些东西啊？我那个时候就说，我那个时候就直接把他禁了。如果别人叫我做别的坏事，我就说你怎么不自己去做，要叫我做。小弟特别拄到手游诈骗，不过在伊情景甲无方便。根据统计，二小诈欺案类型以网络拍卖上侪，基础是买物件，游戏点数诈欺。自侵社工发现，二小一无细腻，都较会伫网络上拄到骗讲，加介绍代买游戏点数的骗财诈骗，还是预约式公告诈骗。国中生、高中生的孩子，他们面临到是升学或者是学习上的挫折，那交友的部分也会面临到可能一些人际的问题，我们会吸收这样的孩子。甚至我们有听过，就是有直接到门口去堵人的。根据警政署统计，105年防诈骗绩效人数是863人，也未到113年度，人数缩缓3倍，其中超过9成9是12到18岁少年，甚至也有绩效为被害人变作枪手，加做诈骗共犯。在玩这个网络游戏的时候呢，你本身就是要一个概念哦，这个网络上任何的一个有可能都是在要骗取你的一个个资啊，就是说你那些族群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自我防卫的一个认知啊。对这个情况，审计部制作的总决算审核报告，呼吁教育部等单位运用电影音等方式宣传绩效，防止诈骗。对此，教育部强调，会继续甲警政署合作，加强防治辅导、加宣导，强化绩效反诈意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进前卫福部才公布，待调查通过14项加热分产品的审查，也未正式来上市，就业者开始伫咧网络顶头卖，甚至打广告。也若这行为拢是违法的，上当会当罚到5000万。顶日啦，卫福部公布有条件通过日本、美国2间厂商的加热分产品，即马也未核准就市。台湾基粉联名指出，即马伫网络顶已经有业者开始伫网络顶做宣传，有厂商公开咧卖加热分产品，这互家长、老师组成的基粉团体感觉真烦恼。学校里面的学务人员不断的反映，现在的这个新兴烟品已经造成校园安全的重大危机。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没办法接受你这个时候你还要开放所谓的加味加热烟。有老师指出，讲伊的学生只是伫咧面册顶找加热粉3个字，就随收到10多件的卖假信息，呼吁政府应该加关心网络的生态，做相关的稽查。我就在乐美的网站上面，我联系上一位加热烟的卖家。那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立刻就提供我购买的链接，他完全没有确认我的年纪，他也没有跟我有多说，他还有特别强调，因为他们是货到付款，所以不会是诈骗的问题。如果业者没有履行，那我们会依法来处理哦。那最重
也可以废止到它原来的核定哦。但是根据烟台防治法的规定，若是业者伫网络违规卖薰，相当通罚100万；另外，若是分享伫网络违规广告，相当是会当罚5000万。民团表示，为着后一代健康，呼吁政府爱照法禁止分享伫网络广告行销。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劳动部今个在公布上届新的统计，有3934个人，191间公司放无薪假，其中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有73间，2388个人。劳动部表示讲，两间汽车零组件业者头一届通报施行减班叫困，拢总有500人。劳动部表示讲，这制造业受影响上严重的有146间厂商，3590个人，占比超过90%。其中汽车这车顶业者，因为因是这主要市场伫咧美国，也就是头一回来通报这412个人施行无薪假。LED 车顶模组业者也因为订单减少，通报88个人施行。劳动部也讲会看产业变化，随时协助劳工，确保着劳工的权益。美国总统川普伊个讲，特别宣布这232条款相关产品的新税率，甚至讲这税率会划到200%到300%。不过国内有不少这半导体产业已经提早伫咧美国做投资布局啊。也环球证的这个董事长池秀兰伊就表示讲，为了要降低营运成本，会赶紧伫咧美国扩大厂房。美国总统川普有个要伫1到2礼拜之内决定包含晶片甲半导体232条款相关产品新税率，无排除先加后悬，可能有200%到300%。台湾厂商初步评估，成熟制成压力上大。关税一来，我想对我们还有对我们客户都有冲击，所以我们就尽量努力预先做 cost reduction。那第二个呢，就是加速我们在美国有2个厂在扩产，每一家厂商在做规划都是以双赢的方式来做。环球证是全球第3大半导体色晶圆供应商，今年5月开始正式启用美国第一座12寸晶圆厂第一期。不过，池秀兰评估，台湾供应链完整依然也是强烈市场。为降低关税冲击，电工会会理干事会议宣布要带团去美国投资。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环境底下，是一个区域制造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我们电工会也在努力，来看看在重要的市场地区做这个实体的 TIMA 的科学园区的建制。我们一定会尽力去争取到，或是这个国家可以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或是以鸿海集团可以争取到的最好条件。德州会是优先考虑的科学园区据点之一。应该是。目前电工会评估，敢若对顶关税都影响1/4的会员，后续继续观察晶片关税冲击。不过18大股是强势收红，收盘24482点，大起148点，创历史新高。三大法人个总共买超63.6亿。基本上，现在目前市场上在台北股市的氛围就是。台积电没事，台股没事。过去外资的这个布局的筹码也没有明显的松动。台股创关不是由宽达相逢，台积电、鸿海带动，反倒带由 AI 概念股领军，台股创新高。专家分析，市场对美国联准会降利息的预期愈来愈高。不过后续晶片关税变数依然存在，都要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伤后病院急诊室之前有公告，讲急诊的这护病比是1:13，那准无多等的人就会当去到北京病院，引起外界讨论。根据这卫福部统计，今年6月呢，这护理人员总失业率是5年以来上介低。医界团体是呼吁政府赶紧把这3班的护病比例列入去法律内面，才当解决欠护理人员的问题。卫福部伤后病院急诊室进前大公告，护病比1:13，无法度听后一旦去其他病院就医，引起外界的关心。对这代志，卫福部长邱泰源回应表示，马上了解，无用稳违规，说服医护基层工会真生气，批评卫福部混唔到重点，急诊人力无够，本来就无护病比，伫遐设备不如想办法安怎解决急诊伤脱的问题，安尼无可能会阁发生规定人离职。今年的3月，一下子就走了548人，有很多的急诊护理人员点名，就是因为他
离开的。林克书年初到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拯救急诊的措施，但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成效如何，不知道究竟是不敢面对，还是说其实是没有仔细的去评估。虽上为着留护理人力，卫福部有提出夜班奖励金73000互评比，不过这阵仔伫看伊调查报告显示，年资3个月以上护理师离职率超过90%，护理师职业率嘛无增加。卫福部统计嘛发现，护理人力总职业率为2021年的63.44%，一路降到今年6月的62.4%，创下5年新低。呼吁政府应该要拿出魄力来加速推动3班护病比的入法，毕竟没有劳安就没有病安。夜班费的钱是直接给护理人员的哦。那如果3班护病比达标，我们也是给医院一定要用在护理人员身上。卫福部讲，今年要投入68.85亿办理护理人力整备计划，其中包括夜班护理人员直接奖励47亿，3班护病比达标奖励16亿等。若是有相关的争议，护理人员会当到护理职场争议通报平台申诉，通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权益。记者采访报道。进前有网前去到新北市10分老街铁基路顶头放天灯去和民众检举，落被罚1万块。铁路局表示讲，这铁路法第57条有规定，过路人含车禁止入侵铁基路的范围，尤其若准伫咧宾客铁基路顶头放天灯或者是翕相，上悬会当罚5万块。来到新北市10分老街，唔但会当日记咧看到怀旧铁基路，也会当放天灯。这个特殊风景吸引未少国内外旅客前往，也毋过爱注意啊！那你放天灯的地点是徛伫铁基路顶，无说离，唔但是触发，也可能互开发。就是他的店家叫我们叫这里就 OK， 我们就是跟着他说。但是我也感觉，如果进去可能也会有一点危险。真的、可是那个店家不都叫你，他都把你带到那边放更安全的地方放，应该定一个区域出来放，而不是在铁轨上面放。顶日就有路旅游频道的网青去10分老街的铁基路放电厅翕影片，事后所互检举，防以违反铁路法开罚新台币1万。网青事后发布回失的影片，承认做无好示范，已经深刻反省，呼吁大家若放天灯爱说离放的地点，唔通触犯。可是我从头到尾不是我们主动要去站在那边，因为如果你有来放天灯，假日的时候你就知道，全部都是人。他叫你在这边写，他叫你去那边付钱，完了他叫你站在哪里，而且速度的时间非常快。影片曝光，唔但引起网友讨论。新北市府表示，这会当伫许可区域放天灯，违反规定会当处3000块以下罚金。铁路局表示，铁路法第57条明定，行人甲车辆禁止侵入铁路路线范围，尤其伫边溪顶铁基路放天灯也是翕相，已经违反铁路法。有关落地法定员工也是其他特殊需求，可能建议修正铁路法条文部分。铁路局甲交通部建议中，开放的范围也是时段也爱铁路机构建立相关安全配套。兼顾行车安全甲地方观光需求。之前也是有来划过了，一般的话都划店家比较好啊。那对我们一般店家的话会更好啊，大家就比较安心了啊。所以怎样子让它兼具2个用途？刚好透过这个议题可以去做这一步的处理了。过去也有外国游客到新北边去耍，所亲像因为翕相亲伫铁基路，唔那互代替列车弄掉，也个因为违反铁路法方采取。安全变观光，也个会当兼顾铁路行车安全，相关单位恐也着爱讨论研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真侪旅客会去垦丁耍水，不过即马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公告，讲水上活动敢若开放4个所在，若准违规呢，这业者含游客拢会罚。垦管处强调，现场有采购示牌啊提醒，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屏东垦丁是真侪旅客迄落会去佚佗的所在，尤其是南湾的水上活动，逐年拢吸引袂少人。毋过，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伫面册答文，表示水上活动只有开放南湾、白沙、后壁湖、甲尊芳泽，无开放小湾海边。根据规定，伫7、8月有开发小湾经营水上乌托邦的业者，嘛提醒游客，耍无合法的活动会开罚。应该是由业者去跟政府去讨论这个法规的问题，在官网上跟民众再讲清楚。我们游客可能也是说，难得去就玩，就是不会想说，我玩了还要被罚。那如果没有明确写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知道。垦丁的人数上多，有时袂当伫小湾风水上无多么想无，我就到处玩，你不咧插玩啊？
不过大文一出来，就引起袂少争议。真侪网友表示，业者违法经营，煞来对游客开发，游客怎会知影倒位会使营业，倒位袂使？不过监管处表示，因伫小湾有徛过示牌啊，免却各地民众甲业者。按照法规，对108年开始，小湾就禁止进行有动力的水上活动，希望大家爱注意，避免受罚。小湾沙滩及海域因腹地狭小，无法区分动力及非动力之戏水活动，有鉴于不同游憩活动之间的彼此干扰，因此自108年起公告限制。目前针对于水上摩托车违法营业的情况，只是针对于营业行为去做处罚。另外，有民众伫警管处的网站发现有小湾的旅游小改，煞写着会使耍水上奥多摆、金蕉船，造成旅客矛盾的部分，警管处嘛伫今仔日甲内容修正，希望民众以业者会使注意。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10月发表一份检验报告，针对市面上的枸杞拢总30件进行重金属的检验，想袂到全部拢检出着这盐还有镉，甚至有2件阁是有机的。消保会表示讲，目前现有的法规无针对枸杞去制定重金属的标准，民众若准长期伫咧食会伤害身体，呼吁食药署就要重视这个问题。一包一包的枸杞干放伫桌顶，拢总30件，有对网络卖代买，阁有真侪件是连锁大卖场卖。但是这枸杞干全部拢互台湾消保协会验出盐甲镉，其中有2件甚至阁刻名有机枸杞。协会讲，若用农粮署的标准来推算，成年人逐工袂使食超过20公克，有新的人、囡仔甲油脂歹的民众袂当超过10公克。有民众听到这个消息讲，后悔唔敢阁买啊！30件拢有哦，哇，遮恐怖！哇，安尼叫我后改我啦，搁敢买？哇，落！因为有人是摕枸杞干来泡茶养生，有人是煮食会掺一寡。协会表示，因为盐甲镉若食落巴肚恶代谢，长期食会对身体造成败害，因此消保协会建议民众，若做有需要，会使找中医替。我个人建议是要找合格的这些所谓的有出示检验报告的这些的中药行。因为我们中医的枸杞啊，就是它是以药品来分类，那比如说它的检验标准跟食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所以会相对来说，药品的检验规格都会比食品的检验规格来得高。协会建议中央应该爱修法对源头管控枸杞干的重金属标准。对此，食药署表示，针对枸杞干的部分，农业部有相关规定，会当用牵数率4倍去推算。安尼枸杞干的重金属标准，盐是10公斤0.4毫克，镉是10公斤0.2毫克。在检视该会抽验之值，铅均小于每公斤0.4毫克，镉均小于每公斤0.2毫克。食药署强调，若是牵数过的产品，都要用农业部定的牵数倍数去推算，敢有合格。针对这摆兵团公布的结果，并无超过标准。记者国家主ข่用高永昌报道。行政院规定，在体育机构就要安装监视器，而且甲画面传到线顶。即摆着民间团体呼吁讲，就要设相关的配套措施，也要立法去管制，这当避免囡仔文书泄露出去，也当确保着较保管的人权。支持监管云纳入儿托法。另外，家长团体代表婷婷妈妈和几名新北市议员做伙，伫18日早起召开记者会，因为2002年4月的时阵。伊只9个月大的查某囝婷婷，那像伫私立托育中心，互托育员用棉被摄氏，加载有监视器的画面，司法的经过才会当分明。所以，伊联合托育中心第4案受害家属တင်情，呼吁政府甲监管员列入儿童托育服务法。如果政府立委或者是业者没有让监管员纳入儿托法，那请你们拿出解决的办法。如何让托婴中心不再出现监视器被人为的毁损、灭失等等的情况，导致重要的物证被破坏？为了建构0岁到2岁完善的托育环境，行政院今年5月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其中第30条规定，托育机构要安设监视器，影像资料嘛要伫云端有备份，来防止破坏疑点、画面无去这状况。确保伫要紧的时阵会当看到真相。不过教保团体讲，若无配套，囡仔文书可能会漏失，嘛侵犯到教保员的路权。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他并不知道他的影像要被上传。我认为这个在儿童公约里面，它其实是违反很大的一个儿权的方向。那对于员工来说的话，那是劳权的侵犯。儿童安全、儿童的最佳利益，我想才是我们最佳
要来考虑的一个部分。那至于我想相关的一个结果，我们都乐意来听取社会各界的一个指教。立法院维权委员会第18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包括行政院的版本、甲调解各委员的版本，拢总有29个版本。若到中昼为止，草案还阁来随调审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60条线的金站花超过一半拢予洋流风台渗甲落去，这初步估计受损的面积有40公顷。农业处表示讲，已经达到灾害救助的标准啊，农民会当伫2到进前申请补助。这是花莲府里的60条线，目前当时金站花的花季，不过因为洋流风台扫来，差不多有60成的花拢去有风渗落去。遐若采收区是搁较严重，150公顷的面积，差不多有40公顷受到损害。占60成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小朵的竞争也都受伤了，顶封面只剩下少数的被封面的，就是低洼地区的没有被风肆虐到的地方，还留有一点点。遐若伫玉里的赤科山，因为离风台电力的所在较远，金针花无啥碍着，敢若上山的车路有部分的所在放弃，目前已经恢复通车。即个灾情较严重的，敢若伫60条线。目前是花季，那在这一次因为风非常的大，所以对于60担山的这个整个花况有些许的影响。我们也邀请这个农改场、还有农会以及乡公所、乡镇公所一起来会勘。农业处表示，60条线的金针花受损的情形已经达到灾害救助的标准，受灾的农民会当伫8月16至29去乡镇公所申请救助。不过强调讲，现金的救助、甲楼花的补助袂当中户申请。另外，60条线赏花的区域，还有一半的花还未开，差不多1礼拜的时间，花就会搁大开。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已经走啊，不过这台东丰乐工业区昨暗说是熊淹水，有20多间工厂受到影响。经过调查，才知影讲是附近的大排伫咧施工，把这水门封起来，水利署唔知影就来放水，才会造成淹水的灾情。这间饮料食品成都厂区10月透早头家开门，发现涂骹拢是土水，员工上班只好先暂停出货，无用摒扫，不少饮料食品拢浸水。头家讲损失不少。也是看到这些损害。淹水的所在是伫台东市丰乐工业区，附近差不多还有20多间工厂也受灾。透过监视器画面，17暗时就落到大水淹入工业区的画面。有业者讲，迄时阵大水急过紧，根本袂符封闭。后来追查，原来是台东县政府伫附近的下口路大排施工，排水口塌起来，结果17下晡，农水署台东管理处伫水头放水，施工厂商袂负速度。奇怪，当然台风天不淹，现在在淹水这样。我们有把相关的水导到侧沟去，那由于上游的灌溉水无预警的有大量的水下来，所以才导致了溢流出了道路侧沟，而造成这次的淹水事件。好佳在后来紧急关水门，淹水的灾情才得到控制，毋过造成工业区工厂损失。官府讲会要求施工厂商来负责，也要求厂商加强甲农水署台东管理处协调放水的时间，避免佫发生淹水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合欢山有一个予人休困的所在——昆阳休息站。不过，这几年的小连续受到风台霜冻，南投县政府表示讲，已经开始伫咧修复，会赶伫咧明年进行完工。合欢山有国内海拔上悬的松南游乐区，嘛是全台第一座国际暗空公园，是一饭的观光景点。但是近期有民众反映，每年雪季开放予医疗甲警方勤务使用的昆阳派出所，外墙厝顶拢害去，看起来真危险。希望公部门赶紧修复。就是破坏掉了，然后荒废掉的感觉。卖一些那个小吃的，其他都不要破坏。我是感觉讲还好啦，因为风台天难免拢会吹歹去，紧来修理好就好啊。大家也去哩，会当讲佫加一个点会当耍啊，会当休困。昆阳派出所咧旧年扛做风台来的时，挂壁损害。南投县政府表示，有报灾害修理工程，伫这个月11开工。目前厝顶有看布棚，是厂商因应风台先做补强。不过受到洋流风台影响，布棚嘛害去。礼拜三进前，厂商会去甲拔好好。这个灾修工程呢，在这个月的8月11已经开工了。那预计大概150个日历天。南投县府表示，昆阳派出所的修理工程
而且厂商赶伫明年正月初1选举勤务正员工，未来按算打造做关车旅游服务中心。不过因为用地是家林保署承租，加个位伫太鲁阁国家公园，会阁邀请相关单位进行协商。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英国中华花坛这烧庄仔的产业是真兴，后来因为建筑工法的改变，这项产业是愈来愈少人做。即阵呢，就在地业者变转型，开放参观庄仔窑，也带民众来体验烧庄仔的过程。互民众望八卦山特有的红土，这个土因为黏性好，真适合做庄仔，所以早前八卦山脚附近的花坛乡烧庄仔的产业真兴。在地就一间超过1架子的庄仔窑，举办体验课程，了解庄仔的做法甲发展历史。知影讲庄仔用较济，就无共款的方式，啊，佮伊的卡起来的方式嘛，拢无共。老师除了介绍一下有各种不同的窑，然后呢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真正以前在运作的窑厂，非常特别。台湾伫日本时期引进现代建筑风格，地书庄仔的需求量增加。初期是使用木甲窑烧庄仔，后来发展出半自动化八卦窑，通风效率愈好，产量大。但是921地动了后，因为法规甲建筑工法的改变，烧庄仔产业开始稀微。庄仔窑一个一个互卡掉，敢若剩烟筒讲。要经一条窑嘛，足无简单的。啊，若讲要甲伊毁掉，其实迄就一工就好的代志啊。是大人嘛，总毋甘要讲啊，这个事业安尼，若要甲伊放落掉，其实拢总无彩的。啊，所以阮就希望后一代、后2代、后3代，让人看到哦，原来庄仔窑是生做安尼。庄仔窑业者表示，一间红庄仔厝会当看出咱为农村过渡到现代生活过程，嘛是台湾人的生活基地。即阵因甲庄仔窑转型成做体验的场地，透过导览、贴庄仔等等的课程，带大家熟悉做庄仔这项功夫。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唔通我再讲，这台语是古早的语言，即卖台语会当讲万项代。讲到这几年的台湾类的啦啦队呢，这个伫咧国际比赛当中受到关注。今年底公司台语台也要推出全国头一个啦啦队养成实景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为着要互观众朋友对这个节目了解到啦啦队这个工课兼甜苦正，要招这职棒的5位应援团长来训练这个菜鸟啊，希望互大家了解这啦啦队唔是干那唱歌跳舞尔，佮爱有这棒球知识，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啦啦队的青春舞蹈定伫咧比赛过程替选手加油嘛，带动全场气氛。这几年台湾的啦啦队文化因为国际比赛受到关注，公司台语台要推出全国第1个啦啦队养成实景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经过海选当中招10个成员参与，其中有成员应过是运动选手。今麦虽然无做选手啊，不过伊毋忘透过角色的转换，改为选手加油。就是为一个动力，会让我阁袂当放弃，因为阁有人在看。我该更加加油，所以我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来参加这啦啦队的原因。就是普通的人嘛，阮毋是啦啦队，但是足多谢节目会当互阮真正做一回啦啦队。为着要互观众对养成的过程了解啦啦队这个工课减算concept，菜鸟啊 Nice Play 嘛招职棒的5位应援团长做伙来参与节目训练这菜鸟啊，希望互因了解，毋是干那唱歌跳舞尔，佮爱有棒球知识、训练体力，也佮有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捌棒球，啊，你嘛爱对棒球这个运动有热情，所以呢，一般来讲，阮是。大概差不多半冬的时间啦，对啊，所以因足厉害，当伫咧2-3个月内底，会当有安尼表现。不是只有在跳步而已，不是只有在应援而已。我觉得学着团队待人处事，这最重要的，这在节目里面都会看得到。节目会伫今年底起稿，伫咧实景养成的过程，会对10位选手内底淘汰4位，最后敢若选出6位，会当徛起咧棒球场的乌烟舞台，用台语替选手加油，希望替台湾应援文化注入新能量。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
咱做伙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和韩国进行例行性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一支自由之盾对10月开始，除了有实弹射击，也针对北韩利用和罗西亚军事合作，学到这无人机的战法，也甲这个网络骇客反恐，啊个民防拢列入去演习的内容内面。这届军演除了动员超过2万名的官兵以外，全韩国也有4000个公共机关，拢总有58万人参加。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6月上任了后，这摆是第一摆美韩联合演习，除了以前拢有的实弹射击项目，这摆演习范围更加扩大。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Iran-Israel conflict. We take thos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odern battlefield and incorporate that. So we do look at a wide range of scenarios that could impact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crisis or conflict. And when we look at threats on the modern battlefield, from drones to cyber to space threats to terrorism. And we take those threats and we incorporate it into the training scenarios. 8月份的演习为10月到2月，不过40月野花实战训练项目内底有半数延到9月才进行。韩国官方的讲法是，为避免无正常官军影响官兵的健康。不过，韩国媒体认为是新上任的李在明总统为摆出对北韩升级的姿态，才有这个决定。不过，北韩方面强调未改变敌对的态势。另外，伫8月演习的头4日，也就是10月到2日，韩国全国4000个公共机关，包含各级政府单位、交通运输、电气通信甲医疗等单位，总共58万人，也导致民防演习武器战争爆发，或者是重大灾害时阵的形形对策。比韩这项例行的年度演习，为1969年开始就用伊基来号名，包含进行伊基自照镜、伊基自由会师甲目前的伊基自由之盾，用伊伫纪念公元7世纪高句丽王朝时代打败中国隋朝1,000个大将，以及稳定。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劳资纠纷也被收煞，空服员10人发动大罢工，朝鲜政府下令要因随来复工，不过工会继续执行，也强调政府的命令危险。加拿大航空先暂停开放航班计划，杀害游客旅游计划拢乱起，逐工影响到13万人次。加拿大渥太华国际机场的看板顶悬17架航班机持续出现红字取消，航班飞行计划减慢，受影响旅客被迫滞留到20进前，无法度重新安排旅程。Super stressful, of course, and very expensive, having to stay 3 extra nights in a hotel than we were planning on. We do support what the flight attendants are trying to achieve, but it's very stressful nonetheless. 加拿大航空的劳资纠纷协商无顺，差不多1万个空服员当地时间16透早开始发动72点钟的大罢工。虽然政府介入，下令停止罢工，并强制劳资双方进入有约束力的仲裁程序，要求所有的空服员17下晡2点爱重回工作岗位。不过，代表空服员的工会拒绝，讲政府违宪，声援持续伫机场外示威。And this basically means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away the right to strike, and we're simply not going to accept it, not now, not ever, and not in the future either. 加航甲工会的薪资协商已经进行8个月，加航提出4年来为空服员加薪38%，头1年加薪幅度25%。不过工会认为，扣除其他形式的补贴，头1年实际加薪仅8%，无够应付通货膨胀。另外，争议点是伫空服员的薪资，敢若伫飞机移动的时间计算，进前协助登机甲安检者的地面作业期间无算。加航提出的补偿方案，双方嘛无共识。加航直飞全球180个城市，敢若17早起就取消494航班，预定逐工受影响的人数有13万。加航表示，需要7天至10天才当慢慢有正常的飞航。受影响旅客会当专业退费，也是代替安排其他航空公司。伫休热旅游的大月，这个过程也变甲真慢。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在咧新冠疫情期间，澳洲航空违法甲1800名地勤人员死头路。即马法院判决啦，这澳洲航空就要罚款9000万的澳元，大约是代票17亿6千万。2022年8月时阵呢，澳洲因为这新冠疫情伫咧封城，澳洲航空用商业需要做借口，违法甲地勤人员、行李搬运工和摒扫人员死头路。那这个工课呢是
挂互这外包警员来做，也即挂防尸头路的人就提起诉讼，就算伫咧9个月前呢，这欧洲航空已经含工会达成1亿2000万欧元的和解费用，不过法院也是另外判决爱罚款，其中5000万的欧元会予运输工人工会。那阵食老是惊袂去，不过有现代科技来甲你斗扶持。伫咧德国呢，有一间安养院利用 VR 虚拟实境科技，互老大人唔免出门，就会当看到世界风景。德国中部欧辛邦比肯巴赫市的阿加普莱松安养院，照护员开学咧准备清地种地，为老大人清了后，开始进行每一礼拜一摆虚拟员工行程。An einem wunderschönen blauen See. Ja. 为了丰富这老大人生活体验，阿加普莱松安养院引进虚拟实境 VR 科技，让这老大人免出门也用旅游世界。为德国的希尔特岛、慕尼黑一路升到黑尔滕，老大人对新科技拢兴趣是感觉真新奇。Die Aufnahmen sind sehr deutlich und gut. Man ist direkt mit den Tieren verbunden. Ja. Man kann sie schwimmen sehen, links, rechts, oben, unten. Ja, also es hat mir sehr gut gefallen. 有人感觉科技冷冰冰带来强烈的疏离感，不过对长期住伫安养院的大狮子来讲，就算可能因透过投地种地欣赏故乡同款的风景，毋但感觉欢喜，也引起思乡的情怀。Ich bin von den Niederlande an der Küste. Das ist da so toll. Und da hat man immer Heimat. 开发这个种地的 Vitabrick 公司，总部伫奥地利，专门研发个人科技产品，市场包含德国、瑞士甲奥地利的老人族群。每个月定期换3大景点的行程，因用地线来看，无网络也用看。因家己看，也因邀请3个共兴趣的朋友斗阵体验虚拟的旅程，同时也针对失智的病人制作特定主题的观光影片。In der mittelfristigen Zukunft, in 3 bis 5 Jahren, können wir dann natürlich unsere Stärke aus dem deutschsprachigen Markt nutzen, um in weitere Länder zu expandieren, weil wir einfach vom Konzept, vom pflegefachlichen Konzept her auch die beste Lösung am Markt sind. 透过投地种地，老大人用体会真正式的旅游经历，同时看过岁月的距离感，连接过去的记忆，重新感受怀旧甲温度。公司新闻郑小芬编译。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